至圣的上帝，阮为着今仔日的服侍来动心祈祷，上帝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心内，安静阮的内心，也清去阮的灵，互阮用清气的心来敬拜阿罗你，互阮所念的诗歌会通安慰人，摇动人的心；阮所强读的圣经的话，会通亲像光照伫人的内心。主今日阮所做一切，通过祈祷，愿主你成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受高举，愿你所想事平安喜乐，甲每一个人同在。愿伫你的面前，邀请你的圣神来掌管今仔日的礼拜，帮助阮，调见阮的上帝。愿咱咧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请兄弟大家平安。咱欢迎咱大社教会科牧师、甲咱的长职、甲咱的兄弟做伙来阮这堂教会，咱开始咱的敬拜，咱来吟听，互咱组织做一会。让咱组织做一会。让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咱同齐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互主会听对咱开始，大家唱看唱，互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出去做一。感谢主，伫主内，互咱台中大社教会，咱会当伫上帝的圣殿，咱做伙来敬拜。我相信这是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。无检查，虽然恁伫台中，伫彰化，或是在整个伫咱的人生的过程，有时候我们可能连擦肩而过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因为上帝听，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大的家庭，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，是毋是？咱请咱起立，咱用真欢喜、真感谢、真欢乐的心，咱来吟一首，听互咱就真做一伙，听互咱就真做一伙，听互咱就真做一伙。上帝会听，大家听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互主会听对咱开始，大家唱看唱，互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听互咱。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互主会听对咱开始。大家唱看唱，互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。感谢主，兄弟请坐。感谢主，咱接下来要来吟，要来唱《活出爱》。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这不透摸不着，且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
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有一份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这不透摸不着，且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昨暝，阮教会查经班做牧师分享的主题是神爱世人，阿卡贝的爱。上帝听是这么神圣无私。当咱经历到上帝听，咱就爱在咱的周边、在咱的社区、在咱的社会来分享。怎么说吧，讲耶稣的听是值得我们亲身去经历的。亲爱兄姐，你有这个经历了吗？感谢主，咱拢有来经历上帝那一份神圣无私的爱，我们也要活出上帝这一份神圣无私的爱。咱都用基督的心，咱都来演一遍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这不透摸不着，且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
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感谢主，这所咱得来因无限的爱，无限的疼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一定要阮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。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一定要阮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我要大声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是何等的福气，
受你拣选，会当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。主，这是阮这世人上大的福气。主，互阮得一次伫阮的生命当中来经历你的疼，是不离不弃，是这份完全毫无保留的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会当互阮带着主你的疼，往阮的社区，往阮的社会来做好的分享，做好的见证，互人看见阮，就捌你，也以爱来亲近你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这个时阵，感谢阮拄到这个困境的时，主阮好哪亲像有时会感觉主，你好哪亲像无伫阮的身边。感谢求主怜悯阮，主啊，帮助阮无这个世间的引诱，世间的阻挡，来阻挡阮对主你这份完全的疼的追求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今仔日特别互阮会当甲大城教会伫遮，阮来敬拜你。求主你接纳阮的敬拜，也听阮的祈祷。求主赏赐阮教业的气力，互阮带着主你伫阮肩胛头的十字架，按着主你爱阮喷照的标杆，互阮会当尽力努力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。主，阮感谢阿罗主你，安尼祈祷，拢上靠主的名。咱再来吟一遍：主，你是我的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后来，一定要阮伴阮走天涯，天山永远甲我同在，我要大声唱。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我要大声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。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我要大声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。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
来啊，咱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4首，同心俄乐天父，来俄乐咱的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时，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并是日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面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掀开启文第5篇诗篇19篇来启应。启文第5篇，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。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。伊的准情遍伫天的，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，也亲像敏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，坐到天的迄边。耶和华的律法照全。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
耶和华的教是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金无，比行地落来的米较甜，搁你的路步对遮个受警戒，收起来有大小事，自随袂知伊的失策啊！求你除去我暗钱的过失，求你阻止你的路步无故意犯罪，毋准迄个罪恶反合我，我就完全。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！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受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阿免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66首。耶稣圣会上帝设立，请咱坐做吟全首。即时，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伫清早起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而乐你，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，因带了阮，无论是伫喜乐，或者是伫悲伤艰苦的时，主你拢甲阮同在。你是阮的快乐，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求你特别看顾伫即时失去所爱的亲人的曾牧师家族，以及詹天碧老师的家族。求主你的圣神的安慰、保守甲为助同在，也看顾所有教会身体欠满的兄弟，互因的心、心灵拢得到医治。求主荣光充满伫阮的圣会中，圣神光照每一人的心内，照着逐人的需要，圣神亲自按阮来讲话。求主赦免阮的过失，坚固阮，互阮常常警醒。恳求圣神时刻甲阮同在，保守阮行代志，着下伫基督的福音，还是主你的款式，行耶稣所行，用基督的心做心。愿阮的嘴所讲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上
这是俄勒请信歌队。谁
这是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今日要看2位的圣经，第一位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所以，若伫基督有啥物宽免，也是啥物仁爱的安慰，也是有信心的啥物交通，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，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，就是当心志、当仁爱、心神和合、心智专一。凡事无伫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，着倒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身。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恁着有基督的心做心。第2位，搁来看13节到16节。因为恁有迄个意愿，有迄个所行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心内。恁凡事无伫拗念，无伫争辩，才互恁无通嫌，真实无假，做上帝的囝儿无瑕疵。伫邪僻轻易的世界，恁伫因中间出现，亲像照光伫世间的，显明活命的道理，互我到伫基督的日有通夸口。因为我毋是空空跑走，也毋是空空着磨。以上正道耶稣的教诲，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伫主的面前，咱用祈祷来结连。至圣的圣神，阮做伙伫你的圣殿内来敬拜。我要通过你的帮助，两间合一，两间教会合一结连，互主你来欢喜。也伫礼拜中间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将你的心意放伫阮的内心。主耶稣，你的名来设立你家己的圣会伫这个地面上，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互相学习，互相鼓励，当心志，当心志，当仁爱。也愿主耶稣你将你对教会的心意来放伫牧者、中级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，互阮的生命就是一个记号，互阮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。也愿上帝你的圣神帮助，既然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伫这个世间无互主你伤心，无辜负你的救恩，也互世间人通过这个教会来得到帮助甲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要静静阮的心，恳求主耶稣你对阮讲话，互阮明白你心意中的教会到底是甚物。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。两间教会做伙做礼拜，就成做一间的教会。耶稣的教会伫全世界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是一间教会。真欢迎柯牧师、大社教会的长老、执事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两间教会同心做礼拜，愿一切荣光归予咱的天父上帝。也愿所有做伙参加伫今仔日礼拜的兄弟姊妹，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赏赐咱的祝福。今仔日的圣经就是教会为着咱的祈祷，有两个心意。第一个心意就是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充满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人生全然无共款。也即咱信主久久，敢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伊的慈爱、伊所讲真理的话，互咱的生命有无共款嘛？这是今仔日咱的教会的期待。咱要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求你帮助我。主耶稣，因为你会听伫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要全然无共款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咱要做伙学习对腓立比教会的鼓励，当心志，当仁爱，合一和合，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。这是保罗伊看见初代教会所需要的，所以上帝通过伊的手所写的批信，互腓立比教会来得到帮助。这是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兄弟姊妹邀请，既然属耶稣基督的教会，
就亲像光表明上帝的真道，将活命表明出来。所以，既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都应该是见证的教会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恳求圣神帮助咱明白，特别是咱在座，既然是受选担当上帝圣工做教会中职的同工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献家己做活祭，咱静静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要教我什么种的功课？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明白。你爱你的教会，正做什么种的教会？做牧者，做中职，若无明白耶稣基督所期待的教会是什么，就真辛苦。伫服侍的过程中间，咱就真困难来建立一间会当应神益人的教会。一个未明白主人心意的路步，怎样会当做上帝好的工吗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主耶稣亲自对咱讲话。愿主互咱彼此学习，互主的名真侪福音的起头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主耶稣讲：主啊，你对阮的期待是什么？德兰教会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在咱中间的大社教会，是中部地区第一间的教会，伫历史上非常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伫咱中间做礼拜，带互咱。上帝祝福的大社教会，因为大社教会分析侪教会，是旧有缘也是新。愿天父上帝摇动咱两间教会，咱拢是已经老教会，拢将近要一间超过100年，一间将近100年。愿上帝互咱的教会到后来200年、500年、1000年，咱的教会有缘会当为主耶稣来讲话，有缘会当荣耀上帝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主耶稣，咱做伙来找求主耶稣伊的心意。主耶稣，你对德堂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？这间教会今仔日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，和合本的圣经无容易读有一个真浅白的意思。白话字的圣经翻译，伊嘛用伫一种的劝勉、安慰、怜悯。但是现代译本的翻译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，伊咧讲：咱敢互主耶稣基督会听，改变咱的生命。最近我听到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叫做刘君婷牧师，伊是伫婚林岛南福音教会。伊本身原本是一个科技人，真优秀，高学历，佮再有真好的职业。但是上帝互伊的生命全然无共款。伊的见证的题目就是安尼，伊讲耶稣会听，互我的生命全然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咱爱对这个题目讲阿们，因为伊写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。保罗问讲：敢有耶稣基督会听怜悯，互恁的生命无共款吗？敢有因为圣神的相通，互咱的生命无共款吗？愿咱今仔日行出这个礼拜堂，行往世界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新的活命，甲咱三甲伫地，对今仔日到永远，咱活出耶稣基督。教会就是一张被，也是一柄戏，是为着这个世间人来写。就亲像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4张的福音书。写予2000年来，甚至到将来3000年、4000年的教会，拢咧读这本的福音书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什么种的教会？咱的厝边就看咱所敬拜的上帝做什么。原咱的教会真做一张被。咱咧讲福音，福音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车赛、天赛，是一个信车，将主耶稣基督福音传予人，愿咱甲主同行，也摒空咱家己的教会，互主的神来充满咱，互上帝的真道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因为逐世代耶稣拢通过教会来讲话。咱安怎生活，就是表明上帝的福音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真道，就是圣经讲 pistis， 这个真理。
信仰的内容想述予咱真清楚，伫社会兴起的世代，来表明生命的真道。今仔这个时代是一个真够讲道理的时代，对啊讲，毋对啊讲。以前拢是教会咧讲道理，互人听。但是今仔这个教会，真侪教会讲袂赢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所讲的道理，有时较大声超过教会。那安尼，今仔这个教会，伫社会兴起的世代，咱敢有迄个勇气敢讲是，就是是，毋是，就是毋是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听到保罗伫腓立比人书内底第2章，伊讲：恁着亲像光，照明即世间，表明生命真道。14节、15节、16节，特别15节、16节讲，伫社会兴起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瑕疵的囝子，就是做上帝完全的囝子，光明的囝子，像光，表明生命的真道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神毋是讲生笑，咱的神是做光，照明咱的子孙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通活出这种的道理。也愿上帝感谢咱今仔共同的礼拜，伊用伊的手，甲咱揽调调，互咱两间教会拢有共一样的稳定，共一样的圣神，共一个主，共一个神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已经甲德登教会兄弟姊妹分享过这个人，这个人会通讲是我的信仰的导师，伊叫做 John Stott。伊伫伊最后一摆讲道中间，伊问人讲：咱的教会敢有亲像主耶稣？这个 John Stott， 这个牧师，一世人只有无一间教会。伊伫伊一生的中间，伊发现有真侪教会无气力。伊对心中的反省了后，伊感觉，那亲像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有气力。真侪教会传福音做事工无气力，就是咱所讲，甲咱所活无一致。咱所讲的道理，咱无活出来。所以最后一篇讲道的题目叫做 "More Like Jesus"， 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。每一摆礼拜。咱若有看见主耶稣伫咱的圣殿中的十字架，咱若看到主耶稣的荣耀，咱就会拿来拿亲像伊。有真侪人一世人毋捌看过耶稣，包括我。咱毋捌用咱的肉体的目睭看过伊，但是咱要用咱的耳孔静静听，用咱的祈祷开咱的灵目，咱要看见主耶稣。伊家己荣耀的形象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两间的教会拢亲像耶稣基督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静静来听今仔日个圣经。我嘛要邀请教会中心，今仔礼拜了，兄弟姊妹，特别中心，恁得去从第2节、第4节、第2节到第4节，详细安静来读。因为这两段话是咧讲起教会共同生活的属灵的原则。一间教会要亲像主耶稣基督，伊需要上帝的话。当然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2节到第4节3节的经文，并未当完全来表明上帝真理伊的属灵的原则。但是伫这个所在又讲到，恁的意念爱相款，恁的疼心爱相人，爱有共一样的心思意念，共一种的念头。会通互主耶稣基督来欢喜，毋通激动，毋通贪图迄个荣华富贵、虚假的荣耀，毋通看家己比别人较强，就谦卑屈家，像着主耶稣基督，毋通独只有顾家己，就爱怜悯关心咱周围的人。这咧讲起教会存在，基本上共同生活的属灵的原则。愿主帮助咱，来让静静听。主耶稣改变咱的生命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耶稣用伊的手摸着咱的心，不但摸着咱的心，互咱感受到伊的脉搏，
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手中有顶十字架的伤者，咱的生命互主耶稣摸着，咱的生命要全然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，咱来读现代译本伊所翻译的《腓立比书》第2章第1节。伊讲：究竟恁伫耶稣基督内底活命，敢有互恁勇敢壮大坚强起来？耶稣基督的疼，敢互咱的生命无共款？伊的疼，敢有鼓励咱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使徒包括犹大，伫犹大书讲，就爱常常活伫天父上帝的疼的内底，专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保罗讲：我的生命若发有热情，我若果癫狂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。所有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，拢是因为主耶稣的疼改变咱。所以才有少年囡仔因欢喜，选择做牧者，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才有侪离开家己的故乡，到他乡去传福音的宣教士。大社教会若无宣教士，减有大社教会。台湾若无初代第一代放落因的享受安稳的家庭，遐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死伫台湾，较有今仔日个教会。愿主耶稣用疼来教示、来教育台湾的正教会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得到圣神的怜悯甲帮助。这间教会，咱做伙礼拜大社教的中级牧者，这间教会是伫耶稣基督的怜悯中间有无共款的教会。恁今仔所看的德登教会，除了礼拜堂以外，剩的拢是新的。这间教会捌真衰微，因为人口外流，种种的原因，这间教会捌将军要关起来。所以咱同齐做伙礼拜，今仔日的题目就是一个真有意义的题目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咱的门永远无关起来。愿主耶稣基督伊的活水泉伫咱的中间永远长长来流出来。主帮助咱的教会，第一，今仔日的圣经讲3项代志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心表明上帝的心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体贴上帝心意的教会，是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的心的教会。所以保罗讲，咱伫耶稣基督内底有甚物3款面？伫仁爱顶端有甚物通互相安慰？或者伫圣神的内底有甚物种的交陪相通，也互相得到圣神的怜悯甲慈悲。这就是上帝所赏赐咱教会的存在。所以咱就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所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，咱就亲像光明的镜子，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。咱的信毋是做参考，咱的生活嘛毋是一个启蒙字，咱的生活就是一个道成肉体，互上帝的话活出来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活出真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既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伊就照上帝的话来起做，伊嘛活出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所有一切咱的生活的准进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拢是出自上帝伊的嘴。所以教会第二个真要紧的使命，就是个别信仰。咱所念的诗歌，咱的生活一行一句，咱所讲的话，拢是咧表明咱是属上帝的人。第三，教会表明上帝已活伫这个所在。一个家庭有家庭的风气，家有家规，教会嘛是安尼。教会是一个圣义共同活出上帝教示的话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共同的生活，毋是一项简单的事。一样米，饲饱样人，人人拢有主张，人人拢有想法。但是伫教会内底，独独只有用上帝的心、
用耶稣基督的心最深。所以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所在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通过这个圣经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自信来看耶稣。咱若要问讲，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什么种的教会？那安尼，咱伫信仰上应该有一个敬虔的行为，就是注目来看耶稣，自信来看主耶稣。无论咱做礼拜有听到讲道无？或者咱个人安静进入你家己的教会的礼拜堂听，静静伫迄个所在安静咧祈祷的时，咱自信看主耶稣。伫安静的时，主耶稣的神要对咱讲话。兄弟，愿主耶稣的话常常互人听见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囝儿也常常听见伊的声。主耶稣对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、第3章。真侪时阵，咱要学习起造上帝教会，咱拢读保罗的批信。有一个牧师讲，为什么咱读使徒的批信，却无读耶稣基督的批？启示录第2章、第3章，就是耶稣基督写予万世代的教会的批。伫迄个中间，伊讲到7间的教会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7间教会中间有5间受责备，2间无受责备。5间责备的教会就是以弗所、毕加摩、推雅推勒、撒狄甲老底嘉教会。伫这个中间，这5间教会所表现出来，嘛是逐世代教会常常有的迄个困扰甲缺点。失落了起初的疼心。第2，信仰偏离上帝的话。第3，用阮迄个毋对的伫教会黑白讲，错误的教义。第4，无真正上帝活着的灵伫内底，是一个无小无冷的信仰的态度。第5，伊咧讲起老底嘉教会伊的价值观念偏差。信仰最要紧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表现，信仰最要紧最实际就是品格的表现。信仰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独只有2间教会，苏美那教会甲苏美那教会甲菲立体会教会，这2间教会无受到耶稣基督的责备。这2间教会伫正教会中间，这7间教会中间，这2间教会是足特别的，人数上少，地点上歹，奉献也少。但是这2间教会是小而美。世间的教会确实伫耶稣基督的教会手中看伊做宝贝，请听主耶稣怎样甲菲雅推勒这间教会所讲的话。菲立体会的教会，伊讲：你有淡薄的亏力，嘛遵守我的道，无欺杀我的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看咱的上帝是真个活，看得咱敬拜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亲像菲立体会的教会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：主，我甲我的家，甲我代代子孙，我要坚持，我靠你。愿主帮咱，特别是大社教会，互恁踏着先人的历史，纪念宣教士迄种为着耶稣基督无保留的听，咱替因来活，替耶稣基督来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主要说，俄罗菲立体会的教会讲：我知影你的行为，淡薄的亏力，你嘛无气杀我所讲的话。所以我要为着你拍开一个门，我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。主要说为着大社教会，为着德登教会，拍开宣教的门、稳定的门，互见若进入伊的圣殿内的人，伊亲自找着上帝。愿天父上帝拍开咱2间教会的门，互咱的门永远无关起来。7-11 365天，主甲咱适合伫地。第2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，耶稣用圣神甲圣经改变伊的教会。耶稣甲伊学生讲：恁着听候，人若无伫圣神的洗，顶头生人就袂当看见上帝讲。人就会当进入上帝讲，
圣神就是上帝起初互咱活命，伊的神迄口气分伫咱的活命中间。上帝的话就是教会的基础，上帝的话就是福音的根据。愿咱伫上帝面前做两项代志。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第一是一个返璞归真的教会，是伫这个世间搁顶头来，伫咱世间咧找幸福的时阵，咱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咱找到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终于找到你。这叫做返璞归真。把这个话讲得足清楚的，就是一个英国的神学家，叫做路易斯 C.S. 路易斯这个人。伊上出名的就是这个世间知影伊的小说《纳尼亚传奇》，真出名的小说家、神学家、文学家。伊写一本册，一篇薄薄的一本册，叫做《真实的基督教》（Mere Christianity）。咱问咱家己。咱的教会敢有亲像主耶稣基督？有一摆有韩国教会的牧长来阮的教会，伊入来了后，通过翻译，迄个牧师甲阮学了呢。伊讲：恁的教会足亲像韩国教会。我甲伊讲：阮无亲像韩国教会，但是因为咱拢亲像耶稣基督，所以咱拢共款。你同意吗？学东学西，都爱学主耶稣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返璞归真，基督徒嘛是安尼。咱嘴讲咱是主耶稣，空空有一个名，但是若互咱厝边讲，伊伫教会有亲像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伊若离开教会，都无亲像一个基督徒。长老去到外面社会叫做酒老，歹势啊！兄弟姊妹，这无咧考试，人前人后，上帝头前，上帝后边，咱拢共款。人拢有人的骨卡，人拢有人的旧生活。愿天要上帝改变咱，顶头生，这就是这个路易斯这个牧师，伊写这本册有中文版，你若爱读，其实伫网络顶管免钱，你搜寻你就当读到这本册，主帮助咱。第二个。就是今仔日我甲咱分享这个John Stott，斯托德这个牧师，我真爱读伊的文章，因为伊的文章真细正，伊的神学真细正。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教会》。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做礼拜，咱有一个重基，就是要互相学习。咱要互相来问讲，伫咱过去的历史顶悬，两间教会安怎经历着主耶稣？斯托德牧师伊讲到足简单的4项代志，一个教会需要上帝的话，所以斯托德牧师知影耶稣是用上帝的话来改变犹太人的观念。犹太人信主耶稣对亚伯拉罕开始，到耶稣出世2000年，因修摩西五经，修甲袂使讲走火入魔啦，就是讲因修上帝律例艰苦做过。无法度真自由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，第一个改变就是让犹太人读有上帝的话。耶稣定心解说上帝的话，和旧约2000年来摩西五经，侪犹太人所读，并无真正挖出来。所以，才伫新约中间讲，伫犹太人的目睭前有一条囡仔给扎咧，有一个帕子扎伫因的内底。伫圣殿内底有一个门，隔断圣殿甲至圣所，所以犹太人无法度坦然直接看见上帝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拍开迄个阻挡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心中有一个梦照，就亲像主耶稣伫各各他带了后，迄个梦照，咱需要主耶稣甲咱刷开。若无，咱所背的十字架是一支真重的十字架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明白，主耶稣的话其实就是头棒，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的宝剑，因为伊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神的宝剑。主耶稣的话，亲像两面来的刀，伊展开所有对伊的教会甲基督徒的捆绑。
互咱伫伊的面前坚信上帝的话，一生因为伊的话活出上帝家己的性情。因为上帝的话是表明上帝的性情甲伊的心意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司徒德牧师伊讲到4项代志：第一，教会需要用圣经做基础 （biblical faith）， 就是建立对圣经来建立信仰的观念。第二，教会需要有一个圣神帮助活泼的礼拜，是有活力的，人伫做礼拜中间心会火热的礼拜。第三，教会需要真做一个用上帝真实的听，互相沟通交陪。所以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应该是圣洁三听的。第四，伊讲教会应该是一个不断的改变的教会，不断的传福音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司徒德牧师伊讲起，教会最重要就是一个帮助人听见上帝的话的所在。得时不得时，教会应该尽力传讲上帝的话。有真侪今仔日的教会做真侪事工，但是忽略事工的背后更加重要，就是互上帝的话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上帝的话需要互人听见。今仔日这个时代，真侪人邀歌，圣经讲人咬喙焦，毋是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，是因为听袂记上帝的话，听不见神的话语。圣经真正是安尼翻译。今仔日的教会拢在讲上帝的话，但是敢真正是上帝的话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司徒德牧师讲，教会是一个帮助人经历到上帝一听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就算照咱做礼拜了拢离开啊，这个礼拜堂内底空空无人。那一个真正来追求上帝的人，会进入咱的礼拜堂，伊嘛会，的确会经历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就伫伊的圣殿内。兄弟，你相信吗？阮的教会有几个故事，包括最近搁再发生，有一个姊妹，伊是一个无道友，也毋是基督徒。但是伊上细汉的哥哥，第2摆动脑筋脑充血，伊真艰苦心毋甘，伊是阮德堂人。有时我暗时对外面倒来，会看到伊徛伫大门外口，静静伫遐咧祈祷，已经几啊摆。我若看到伊徛伫遐祈祷，我毋敢甲伊叫叫，我就渐渐将我的车刷去边啊，因为伊单独咧甲上帝讲话，毋是我无爱听咧，甲伊打招呼，甲伊招呼，因为上帝对人所讲的话，比牧师的安慰甲陪伴，搁较有气力。所听的姊妹，一间教会若有上帝的听，人会通得到医治，人会得到清气悔改，人会得到大灵大力。这拢是圣经内底所讲的话，所以愿咱两间教会拢互主的听充满。教会若是属于耶稣基督，无迄个点点无讲话的教会。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，一个基督徒若从来毋捌传福音，有2个理由：第一，就是伊无担着主耶稣所予伊丰盛的稳定的慈悲。第二就是伊还未真正拍开心门，互主的听充满伫伊的内底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伫今仔日礼拜腓立比书第1章、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当然咱也当是规章读，但是因为今仔日的礼拜延过时间，无用真长的时间，规篇拢读。愿咱通过今仔日保罗所写腓立比教会的鼓励甲安慰，伫咱众人的中间。腓立比教会伫初代教会的重要性是甚么？伊是欧洲的第1间教会。保罗得到圣神的感动，伊看到马其顿的人伫暗暝来找伊讲：“请你来帮助我。”
迄个异象保罗就进入到欧洲第一间马其顿的教会，就是腓立比的教会。腓立比的教会最大的特色，伊的图像就是喜乐，要靠主喜乐。耶稣基督的听，互人的生命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斯托德拄则所讲的4项代志，会当安尼讲。教会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教会，教会应该是一个敬拜型的教会，教会应该是一个关怀型的教会，教会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什么的策略会当互教会有能力？真多的牧者拢咧找理由，其实不是各说各话，大同小异。耶稣写第1启示录第2章第3章，咱若详细读，咱就读到真侪美感。因为主耶稣伫遐讲所讲的好，咱就尽力去做。耶稣若伫启示录第2章第3章讲，这个教会缺点，迄个缺点就是咱就应该袂使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耶稣所做。今仔日的金句，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13节，耶稣讲：我所做，拢是爸所做。我做天父上帝伊所做的工课。我学习，我嘛照天父上帝所做。既然是属伫我的门徒，恁就做我所做的工。而且既然信我的人，将来要做比这个更较大的事。原咱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问咱家己讲：主啊，阮着怎样做，才会当互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名？阮着怎样做，才会当互阮的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受祝福？阮着怎样做，才会当互你的教会，互我的子孙，因为这间教会存在，来受到祝福？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听主耶稣所讲的，伫约翰福音2段，第1段写伫5章第19节，耶稣对因讲：天父上帝所做的事，人子嘛安尼去做。人子安尼做，咱减无要做嘛。所以伫14章12节，耶稣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嘛爱安尼做，而且恁要做更较大的事。我们何德何能？咱是甚物人？咱敢惊我讲，咱要做比耶稣更较伟大、更较大的事。耶稣袂甲咱计较，耶稣已经甲咱祝福。意思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天边海角。耶稣伊的福音伫迦南地，伫犹太人，但是讲恁着对遮开始，对撒玛利亚犹太到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更较大的事，就是主耶稣的期待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求你帮助阮，将你的生命真道表明出来。那这恁若愿意，换手伫你的心誓约，你甲主讲：主我愿意。我只惊讲我所捌的道有偏差，求你的圣神常常帮助我。互我明白，什么是活命的真道，无做青梅来带青梅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主耶稣，阮何等的幸福！你通过宣教士伫台湾，对山顶到海口，对都市到乡村，逐所在你设立你家己的圣会。互阮有份伫灵命的道路顶悬来得到造就，这是阮信仰的家庭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你所赏赐阮的教会来欢喜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阮要互相学习，同心合意。伫将来的道路顶悬，阮要做同伴，彼此鼓励。愿你甲阮三个弟弟，互你的心进入阮的心，互阮加做你所欢喜的教会。愿咱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啊，这时，请咱做伙过来吟圣诗470首，救主愿你做我牧者，请咱起立吟全首来应答上帝听。圣诗470首。定耶稣受刑时，他准保会使我做将去，你有个我上最公路车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你有个我最上帝将平，阳光伊的名，我最叫人耶稣拯救我，真正感谢伊的恩典大，你是世界出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你有个我最上帝将平，阳光伊的名，宝贝我抓住我把你追，天天是那你都相会，你就会就来家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阳光伊的名，你有个我最上帝将平，阳光伊的名。请坐，这时请咱准备来奉献。
请坐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伫咱要行平安礼祈祷进前，咱先来欢迎，甲咱做礼拜的大社教会牧师柯钦平牧师中集，咱请因，咱欢迎因吼。柯牧师是对教会有真负担的牧者，伫要安排即届的咱做联合礼即个亲牧礼拜时，柯牧师要家己亲自来，伫迄个交谈甲安排过程真细致，会当感受到牧者对教会发展的一个心意。上帝祝福大社教会，互恁会当伫恁遮尔水的历史的脚迹的内底，会当为主继续向前行吼。咱礼拜了后，咱有一个爱餐，爱餐了后，咱甲有一段时间互相交陪安尼吼。敢有今仔第一摆来德能教会做礼拜兄弟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亲牧礼拜，伫咱要吟即条耶稣听你即条诗歌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真毋甘闻姓遐的妈妈红带对阿嬷主你带伊倒转到天堂。互伊有真长的岁数，我嘛毋甘即礼拜，上帝你互詹天碧老师安息伫你的怀抱，主安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帮助，互即两个家庭伫上帝你的安慰中间得到扶持，主伫过来拜六会阁别色，愿主你的疼甲因三甲地地，主阮嘛为着邱吉长老因的家庭，也为着英皇。长老因的家庭，因搁一届感染着武汉肺炎，愿恳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因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。至圣的主也求你安慰，最近有心神受搅扰，袂通真平静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主恳求你的圣神，互因的心得到安慰，主互因会通伫主你圣神的帮助中间。有平安甲喜乐，主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用这条诗歌，来为着所有伫线上做礼拜的兄弟，或者心内有需要主的听的人，咱用祈祷的心来念这条诗歌。耶稣听你。咱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耶稣永远听咱，永远听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咱伫什么所在，当心做礼拜，愿主会听，甲咱三甲地地，阿门。下面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为着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大社教会的兄弟，如果若是你过来这礼拜是生日，嘛欢迎恁做伙伫主会听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福星也有来，福星。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。然后这礼拜生日的兄弟，欢迎你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要为着你的囝儿福星来祈祷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用你的油抹伫伊的头壳。互伊的生命的杯通得到满溢，虽然说你用油、用温点填满伊的生命，
互迄个杯是甘甜有滋味。所以嘛，过来即个今年的中间，每一天恳求主你的圣神甲生日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互因对主你的脚步，伫圣神的带领中间做生命好的管家，会通伫因每一日的中间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。我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下面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请师。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伫周报顶面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暂停。青少年团契7点半伫教育馆。财经班即个拜六嘛是暂停。圣港的服侍后礼拜聚会是陈英宏长老，领诗是妇女团契，苏琴、陈美秀执事。书献甲招待是钟宏仁执事以及我本人，爱餐是第4组。圣安宫读屏叫甲每日灵粮，请咱照停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。具体的交通，今仔日欢迎大社教会牧师甲长职甲兄弟做伙来齐心来敬拜。第二，詹天比老师伫6月15蒙主文调6月24日。上午9点要伫中华殡仪馆举行告别式。教会是7点45分要对教会来准时出发。拜三祈祷会因为牧师的暗日牧礼拜、悔改礼拜，所以暂停。拜六有詹天比老师的告别式要伫中华殡仪馆。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。大道事项，请咱阁继续为着即个疫情的感染来祈祷，嘛为着教会身心欠安所有的兄弟以及咱的长辈的健康甲平安来大祷。第三，请咱也继续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身心灵甲课业大祷，为着升学的所恩语义甲名誉，嘛为着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大祷，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林。一级教会甲德克达亚教会，以上即是过来吟上人的信息507首，因光归圣父上帝，金丝线请牧师接到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默祷闭会。咱礼拜结束，请咱自由，咱等一个11点半左右，伫后壁有爱餐，伫后壁教育馆做爱餐，